来看移民署彰化县的专勤队接到检举，伫埔心乡一间林家厝掠到一间做婚的工厂，嘛查扣价值200万的婚，掠到一个台湾干部甲5个越南的失联移工。查获5名越南籍失联移工及逾期停留外侨，在彰化县埔心乡一处民宅内从事私烟包装与制作。经清点现场有大量香烟及包装盒，均未经政府检验。 市值估计于新台币200万元。本案查获的逾期停居留人士，由本队依法代为调查收容，并已通知非法雇主到案说明。彰化县专勤队表示讲，3月甲海巡署还有彰化县警察局去抓人，一间林家厝正做是工厂，一个细单的台湾人负责管理哦。现场有越南的失联移工嘛查到2万包婚，是包装做3种无同款的品牌，会照分酒管理法来处罚。